呢度係珠海斗門嘅斗門市民公園，可以露營嘅。由中心點嘉禾城廣場坐10蚊的10分鐘就到㗎喇。禮拜六日呢度好熱鬧嘅，地方都好乾淨下嘅，可以泊車，泊足一日呢就40蚊。有洗手間呢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。身後就係珠海斗門另外一個非常之人氣嘅地標萬達廣場。咁如果喜歡大自然嘅香港朋友咧，應該多啲過嚟，因為佢附近有一個好靚、好大、好乾淨嘅免費露營公園啦。對出就係黃楊河，全部做晒公園設施噶啦，可以俾你做下運動啊，踩下單車啊。黃昏漫步啊，咁樣好舒服嘅。咁我哋即刻周圍睇下。喺頭先斗門萬達廣場坐6蚊的，行過嚟10分鐘就會到呢個屋苑㗎喇。360度影一影。好，咁我哋行上去睇下。入到嚟樂園睇下。咁我哋入去睇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 Martin， 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，專係帶各位香港朋友珠海中山到處去。以我係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嘅香港人嘅角度，香港地產持牌 agent 嘅專業，去探討大灣區中適合港人嘅區份，當中規劃配套同衣食住行。如果各位對影片內容需要更多免費資訊，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， 請點讚同訂閱我 channel。咁 Apps 就會自動 send 我下星期新片俾你哋㗎喇。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，Martin幫到你，請繼續收睇精彩內容啦。